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5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又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43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549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67次戰鬥，其中48次發生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在扎波羅熱方向，特種作戰部隊以泽列尼海定居點的一個彈藥庫和敵方人員為目標，在韋利卡諾沃希爾卡定居點，他們襲擊了第29西伯利亞國防軍的一個臨時部署點，以及第58A 師的一個彈藥庫。在扎波羅熱地區臨時佔領區的托克馬克定居點，第22特種作戰部隊一個無人機維護點遭到襲擊。彭博社昨天就說了，留給普京的時間不多了，因為這場戰爭對俄羅斯來說代價太大，克里姆林宮正在日益感到強勁的經濟壓力，這將可能迫使俄羅斯比預期更早的尋求和平協議。俄羅斯做夢都想拿下哈爾科夫這座烏克蘭的第2大城市，但現實情況是他們離哈爾科夫中心是越努力越遠。烏軍在哈爾科夫州叫內斯特爾讷北部取得進展，鞏固了防線，並頂住了俄軍的進攻勢能。同時烏軍對俄境內目標發動遠程打擊，包括扎波羅熱州無人機控制中心、頓涅茨克指揮所、布良斯克的設施等，削弱俄軍指揮和後勤能力。在庫皮揚斯克方向，俄軍推進至距離市區約12至15公里，但烏軍擊退其反攻，俄軍丟下同夥的屍體，倉皇逃竄，速度明顯比進攻速度要快，雙方總體是僵持狀態。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烏軍以無人機解放被俘士兵，並擊退俄軍多次多人這種人肉進攻說來說去就是在前線雙方還是一種膠着的狀態，還是一種人肉戰，還是靠滲透靠小部隊這種冲锋，而烏軍呢就靠火炮無人機去消滅他們。烏軍總參謀部2月1日通報他說當天凌晨，烏軍對俄佔領區及俄羅斯聯邦境內多個軍事目標實施了遠程精確打擊。在扎波羅熱地區的臨時佔領區靠近羅日夫卡定居點，俄軍工兵團的一個維修基地遭到襲擊。在頓涅茨克地區靠近米爾諾赫拉德市，一個俄軍無人機控制點、一個連指揮觀察哨以及一個俄羅斯人員集結地遭到襲擊。此外烏軍襲擊了俄羅斯庫爾斯克州一個俄軍無人機控制點，對俄羅斯布良斯克州特洛伊博爾特內附近的一個俄軍集結地進行了遠程精確打擊。同時這個俄軍悍然的撕毀了，也就是他沒有遵守所謂的這個能源停火協議，在2月1號晚上2月2號就悍然的發動了對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的狂轟濫炸。2月3日夜間，俄羅斯軍隊使用多種彈道導彈、巡航導彈以及無人機對烏克蘭8個州發動襲擊，多棟居民樓以及熱電聯廠和火力發電廠遭到打擊。這些設施此前專門用於為基輔、哈爾科夫和第聶伯羅的城區提供供暖。烏克蘭能源部長施米加爾通報了相關情況，他將此次襲擊稱為又一反人類罪，並稱這是俄羅斯實施的冬季種族滅絕的企圖。施米加爾指出在所謂的能源停火期間，俄方積累資源，隨後選擇在最嚴酷的寒潮來臨之際，重新回到其一貫的對平民實施恐怖打擊的做法。攻擊目標不是軍事設施，而是完全的民用目標，數十萬家庭包括兒童被蓄意置于零下25攝氏度的極端嚴寒中，失去了供暖。施米加爾強調俄羅斯在2月3日襲擊烏克蘭時投入了3.25億美元的用於導彈和無人機，也就是說這個價值3.25億美元的導彈和無人機，這比1月20日大規模打擊的成本高出1.9億美元以上。根據情報顯示這筆資金足以覆蓋俄羅斯猶太自治州和卡盧加市全年的開支，也相當於科斯特羅馬州年度預算的一半。與此同時79.2% 的資源被浪費，烏克蘭防空部隊摧毀了450個敵方目標。我一直說這就是普京所謂的能源停火協議，他無非就是忽悠欺騙了特朗普。他這4-5天沒炸，他憋了更多的導彈和無人機，最終一把還是送給了烏克蘭。但是就是這樣特朗普還在為普京洗地。根據央視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3日稱，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兌現對烏克蘭為期1周的能源停火承諾。這個特朗普是在白宮回答有關俄羅斯重啟對烏能源設施打擊時說停火是從周日到周日，也就是1月25號到2月1號，打擊已經恢復。特朗普說普京在這方面信守了承諾，這很重要。你們知道，就算1周時間，我們也會同意，因為那裡天氣非常寒冷。也就是特朗普為自己找台階下。你說1周時間，這普京本來每次打擊中間就隔個3-5天的，1周很正常。他的攒夠所有的導彈和無人機當被問及是否對俄方沒有繼續維持停火感到失望時，特朗普並未直接回答他說我想做的是讓戰爭結束，跟普京談過，我想要他結束戰爭。這個空襲發生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立即發表講話，譴責克里姆林宮的利用嚴寒來實施恐怖主義攻擊，並呼籲合作夥伴們向烏克蘭提供更多防空導彈。在俄羅斯今天發動襲擊後，我們談判團隊將相應調整策略。烏克蘭正密切關注美國對俄羅斯本次空襲的回應。特朗普親自提出能源停火，普京同意了這一要求，但進階了，就是向烏克蘭發射了創紀錄的彈道導彈。特朗普本人也承認普京沒有信守承諾。能源停火原本是從星期天到星期天，但俄羅斯只堅持了3天。我希望他結束這場戰爭，我和他談過，我希望他結束戰爭。這個特朗普就是在裡面和稀泥明顯的偏袒普京正好北約秘書長呂特他在基輔訪問，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表示，俄羅斯今天行動是蓄意制造混亂，擾亂和平民眾的生活，並攻擊民用基礎設施你這呂特到了現場，直接看到了俄羅斯的誠意今晚空襲發出了一個非常糟糕的信號。呂特在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說北約秘書長強調，澤連斯基總統願意達成一項公正的和平協議，但目前的炮擊令人質疑俄羅斯的意圖是否認真。這個呂特還跑到烏克蘭的議會最高拉達演講，那意思就是給烏克蘭人描繪一個非常好的前景，又有美國支持的这個歐洲軍隊在烏克蘭什麼安全保障，又是什麼戰後建設戰後恢復的資金。說來說去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烏克蘭人你趕緊認了這份協議吧，這麼好處，至於什麼領土換和平有什麼關係呢？我感覺呂特去講話，他是代表特朗普去的，勸烏克蘭人投降。但是這個呂特也看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這種狂轟濫炸，他還是對俄羅斯有看法，知道俄羅斯人不是真心想要和平。那你這樣替特朗普賣力，間接的替普京賣力，有什麼意義呢？你這不是坑烏克蘭人嗎？所謂的安全保障不過是布達佩斯協議第2。呂特給烏克蘭人描繪的什麼對吧？停火協議、安全保障什麼3個階段。如果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那麼烏克蘭先自己頂不住，由英國、法國、土耳其這些軍隊反應。這些軍隊如果頂不住，那麼由歐洲的軍隊上，就是其他國家，德國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一起上，在美國的支持下，最終美國上不上都没說，美國軍隊出擊不出擊也没說，你這不是扯淡嗎？总之现在戰場上就這麼個情況。壞消息就是普京用嚴寒做武器，繼續加碼轟炸烏克蘭的這個民用基礎設施，也就是想逼烏克蘭的民意不要再打了，然後這樣讓俄羅斯在阿聯酋的阿布扎比這個會議桌上能撈到更多的好處，逼烏克蘭就範。這是壞消息。好消息是什麼呢？好消息是現在一天比一天暖和，畢竟昨天已經立春了，往後應該是一天比一天暖和，堅持到2月份的下半個月，也就是還有10幾天，俄羅斯人再打擊烏克蘭的這個民用基礎設施，它取得的效果就會越來越少。這就是好消息這就是澤連斯基為什麼跟特朗普和普京2個流氓周旋的，這個叫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苦衷。我們再看看這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瑞典正準備向烏克蘭提供最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之一，旨在大幅加強防空能力，對抗俄羅斯空軍。援助關鍵部分是提供鷹式戰鬥機，這些戰機與流星導彈相結合，將成為打擊制導航空炸彈的主要工具。該援助計劃核心是薩博公司提供的先進雷達系統和打擊手段，預計將提供長頸鹿系列雷達，包括 EX、AMB 和遠程 4A 型號。這些雷達能夠探測到280公里外的目標。為了直接保護領空，烏克蘭將獲得 RBS-70防空系統，特別是最先進的 NG 版本，以
以及反無人機系統。空軍最重要的增強将是将鹰式戰鬥機與流星空對空導彈整合，憑借高達200公里的打擊距離，這種組合將使烏克蘭飛行員能夠在距離當前能力2倍的距離上摧毀敵機。說來說去什麼意思啊？就是瑞典啊，現在在加碼援助烏克蘭，這不光是武器，這是系統的整合啊。除技術支持外，瑞典還將資助烏克蘭無人機和電子戰裝備的生產，並為採購美國武器優先計劃提供資金。瑞典和丹麥撥款2.9億美元，用於向烏克蘭購買超现代化的特里頓防空系統。這是路透社報道的啊，說這筆援助項目將用於移交約15至20套系統，這些防空系統可能成為烈士無人機的殺手。特里頓 Mk2 是由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司開發的40毫米自行遙控防空炮系列，用於近程防空。什麼意思呢？實際上就是以那個卡車啊、皮卡或者小轎車為底盤，上面加上2個大概是雙联机槍或者双联激光炮那種武器，但是它这個主要是用了这个人工智能，大概这意思啊，打擊目標更準確，成本更低。該系統既可以在車內操控，也可以在安全距離外進行遠程操控，從而提高了乘員的安全。有效射程可達12公里，具體取決於目標和彈藥，射速每分鐘200至300發。愛沙尼亞正準備向烏克蘭提供新的援助方案，無人機加電子戰裝備加反無人機系統。烏克蘭國防部長費多羅夫表示，雙方還在愛沙尼亞聯合生產武器進行談判，主要目標分布式防空和有效摧毀攻擊無人機。愛沙尼亞早就宣布了每年撥出不低於 GDP 的 0.25%， 專門用於援助烏克蘭。人家直接跟 GDP 掛鈎，對吧？如果 GDP 是100萬億，我這舉例子啊，實際沒有啊，那麼它就有25萬億，是2500億啊，用於援助烏克蘭，這大概這麼一個比例，對吧？直接跟它的 GDP 掛鈎，這只要說明啊，這個愛沙尼亞對烏克蘭的援助，當然了，援助最多的還是丹麥啊。數據顯示啊，丹麥是援助烏克蘭最賣力的國家。什麼叫最賣力呢？只有2個歐盟國家對烏克蘭的國防貢獻遠遠超過了其地理位置和債務水平應有的數額，就是丹麥和剛才那個愛沙尼亞。這個丹麥更勝一籌啊。也就是說啊，就是你距離越近的，離這個危險越近，離俄羅斯越近的，你越捐得多，這個能理解吧？離俄羅斯好遠的，中間隔了10來個國家的，那捐得少很正常。他認為俄羅斯反正要侵略到他那兒還早着呢。那麼根據這個來算的話，這個丹麥那是援助烏克蘭最賣力的國家。剛才愛沙尼亞是 0.25% 的 GDP， 而這個丹麥啊是貢獻了相當於 GDP 的 2.75% 的份額，也就是相當於是這個比例是愛沙尼亞的10倍。丹麥連自己的火炮、坦克所有的都送到烏克蘭去了，人家不要了，留着沒用。這個愛沙尼亞在芬蘭灣扣押了集裝箱船，該船懸掛巴哈馬國旗，正駛往聖彼得堡。為執行扣押，警方特別行動單位特種部隊登上該船，船舶及全部23名船員均被扣押。經查，所有船員均為俄羅斯人。也就是現在啊，掀起了一股什麼呢？這個歐洲國家查扣俄羅斯影子艦隊的一個高潮。大家都去查，法國查，美國查，德國查，現在英國也查，愛沙尼亞也查，越來越多的國家啊，這就讓這個俄羅斯的影子艦隊被制裁的叫寸步難行。我們再看看這個在阿聯酋的阿布扎比的這個新一輪談判啊，根據烏克蘭的這個談判代表烏梅羅夫的說法，談判進程以3方形式啟動，烏克蘭、美國與俄羅斯隨後將按議題方向分組進行工作，之後計劃再次舉行聯合立場同步會議。這個會議啊，我感覺除了這個特朗普之外，烏克蘭和俄羅斯都不看好。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這個烏克蘭人呢，波多利亞克說啊，他說阿布扎比談判只有在美國對俄羅斯採取強硬立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達成成果。如果美國不改變對俄羅斯行為的評估方式，不僅是在談判桌上，而且要看俄羅斯的實際行動，那麼談判小組的組成變更本身不能保證取得成果。這個是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表示啊，只有當美國客觀評估俄羅斯的所作所為，不僅是在談判桌上，而且要看俄羅斯的對協議的反應，一切才有可能改變。如果這些協議被違反，美國就必須採取行動，表明他們確實在
調控這一進程。波多利亞克強調，也就是压力給到美國。特朗普已經說了，对吧？这个你搞的这个能源停火協議，俄羅斯也沒遵守，沒有到1周他就動手了。雖然特朗普解釋啊，有了1周，但是澤連斯基說沒有到1周啊。這個北約秘書長呂特可以作證，呂特正好3號在基輔訪問呢，他也被那個俄羅斯的襲擊嚇到了。澤連斯基直接說啊，他直接就說這個特朗普，他說啊，北約秘書長在這場戰爭如此殘酷的時刻來到我們烏克蘭至關重要。此時俄羅斯方面再次無視了美方的斡旋努力，也就是俄羅斯啊，普京打了特朗普的臉，你特朗普都沒反應，就這意思啊。這個澤連斯基再一次強調啊，就跟他跟呂特啊不是舉行的這個記者會嘛，他說了，烏方短期內不會在領土問題上做出妥協。澤連斯基說啊，烏克蘭將聽取俄方在談判中提出的立場和願意做出妥協，但相關信號絕不能只從烏克蘭一方發出。澤連斯基強調，對話仍有必要，但沒有人打算投降。可以說澤連斯基說這個話啊是比較靈活的，那意思就是如果你俄羅斯如果願意讓步的話，那烏克蘭也願意讓步，就這意思啊，說的特別直白，什麼投降不投降，先看你俄羅斯的態度，如果你俄羅斯願意讓步，那我也可能讓步，就這意思。所以我可以說啊，特朗普壓迫一下這個澤連斯基是沒有辦法用談判來拖延時間來周旋，而且澤連斯基還不能把這個談判破裂阻礙和平這個帽子，對吧，扣到自己身上，所以他還得做出各種啊配合特朗普這種姿態，所以澤連斯基不容易啊。實際上這個澤連斯基啊，他的團隊啊已經在放話了，說阿布扎比第2輪和平談判不太可能取得突破，真正成果可能要等到秋季才能顯現。儘管俄羅斯聲稱準備採取實際行動，但在嚴寒天氣下對烏克蘭能源設施的密集攻擊表明，莫斯科無意和平解決問題。基輔方面將談判視為一種戰術手段，以此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獲取武器和情報。各方期望僅限於人道主義問題，比如戰俘交換。只有當俄羅斯陷入金融危機，被迫重新動員軍隊時，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果。這種情況可能在春季出現，也就是還過一段時間，普京迫於他國內的壓力扛不住了，再次想走向談判桌，那這個時候烏克蘭和歐洲就掌握主動了，就這意思啊。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啊，儘管俄羅斯目前並未展現出任何真正的和平談判意願，當歐洲與普京之間的對話重啟工作正在技術層面進行籌備工作正在進行中，因此目前正在進行旨在確保準備就緒的技術層面討論。這項工作也在公開透明的進行，並與澤連斯基總統和我們主要的歐洲夥伴進行磋商。也就是馬克龍啊，現在說要跟普京直接會談，不要中間商。那麼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啊，目前普京總統尚無與馬克龍對話的具體安排。他強調啊，俄羅斯支持發展與保持對話，斷絕接觸的倡議並非由俄方發起。那意思就是反正你不跟俄羅斯談，也不是我俄羅斯發起的，不是我俄羅斯不跟你們談，對吧？你們想談什麼時候都可以談，就這意思啊。這個馬克龍啊，你也不能說他是投降，確實要做好準備，就是特朗普那邊要是放手不管，那總得有人呢跟普京這邊，對吧，建立一個這個溝通的渠道。以前普京啊不願意跟歐洲談的，普京認為只需要跟美國談就夠了，老大老二在這一說話就行了，你們都聽着，只有服從的份兒。現在搞到現在啊，這個普京發現就是搞定了特朗普也沒用，後面還有歐盟呢，所以說普京啊願意跟歐洲對話，就這意思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叫歐安組織啊，準備協議監督烏克蘭停火，並支持和平協議的實施。歐安組織及其負責人聲明中提到這一點，該聲明是在歐安組織主席瑞士外交部長卡西斯與該組織秘書長於2月2日訪問基輔後發表的，也就是歐安組織要介入烏克蘭的停火，也停火以後啊，他們也要參與。但是俄羅斯方面的說法呢，那就更簡單了啊。俄羅斯外交部說啊，駐烏克蘭自願聯盟部隊將成為俄羅斯合法軍事目標。這個扎哈羅娃表示啊，在烏克蘭部署的自願聯盟部隊將被視為合法軍事目標，在和平協議簽署後部署此類部隊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所以我說啊，這個阿布扎比的談判那不是談了個寂寞嗎？就是瞎耽誤時間呢。共和黨的參議員格雷厄姆表示啊，他說我們目前對普京施壓的壓力沒有效果，在這次大規模襲擊之後啊，我呼籲特朗普啟動向烏克蘭供應戰斧導彈的進程，這將徹底改變遊戲規則。
他支持特朗普總統關於制裁俄羅斯石油買家的提議，並主張在俄方最新襲擊烏克蘭電網後啟動向烏克蘭供應戰斧導彈的程序。這個格雷厄姆啊，那就是關鍵的時候啊出來給普京唱红臉的。他跟特朗普在配合，說了半天導彈也沒給，制裁也就那麼回事。說白了就是特朗普和格雷厄姆对这个普京啊，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就這意思。特朗普說了啊，他給普京打了電話，但是說了啥，特朗普並沒有透露。這個斯塔默說他給普京啊，給特朗普打了電話。當地時間2月3號啊，英國首相斯塔默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主要談就是烏克蘭問題。這一切都表明啊，這個阿布扎比這個會談啊，現在非常牽動歐洲，對吧？這個叫關注啊，也到了關鍵的時候了啊。但是啊，歐盟的這個外長卡拉斯說啊，俄羅斯必須解除核武器並裁減軍隊。就是說這個歐盟的高級外交事務代表就是這個卡拉斯啊，他說啊，100年來俄羅斯至少攻擊了19個國家，而沒有一個國家先攻擊過俄羅斯。卡拉斯指責西方對基輔施加了過大的壓力，迫使基輔單方面做出讓步，而他認為莫斯科反而應該被迫在軍事上投降。他說啊，俄羅斯要大幅削減軍隊，削減軍費預算，甚至解除核武器，以消除威脅並保證烏克蘭的持久和平。雖然卡拉斯說這個話有點風言風語，但是他說的其實是個客觀事實，是個真相。也就是說啊，烏克蘭和歐洲想要持久的和平、公正的和平，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俄羅斯打服，把俄羅斯肢解，別無他法。這個俄羅斯啊，越打越有錢，也有了新的解釋。2月3號，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今年的首次經濟問題會議，他在會上提出啊，說去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1%。大家說了，俄羅斯的 GDP 只有1%的增長，那俄羅斯不是完蛋了嗎？低於2024年的4.1%和2023年的4.3%。這個普京說啊，這種放緩不僅是預料之中，也是人為促成，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普京還說啊，俄羅斯通脹率的加速也是預料之中，與政府增值稅的上調有關，且影響是短期的，預計到今年年底，通脹率將再次降至5%左右。簡單的說啊，就是普京說這話什麼意思呢？說半天就是俄羅斯的經濟穩中向好， GDP 5%的增長那也是好，1%的增長那是更好。總之啊，解釋權啊在普京手上，一切都盡在掌握，就這意思。雖然俄羅斯2025年的 GDP 是1%的增長，那是高質量的，就這意思啊，高質量的增長多了，下降的都是低質量的。那俄羅斯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呢？就高質量到什麼程度，就大家難以想象啊。反正 GDP 1%是高質量的，所以這個俄羅斯的口炮界的這個天花板，也就是一哥啊，口炮一哥梅德韋傑夫，居然號召啊，說俄羅斯向朝鮮學習經濟學。他表示啊，朝鮮就是一個例子，說明即使在資源有限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如何迅速有效的動員經濟。他認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功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防工業，值得高度尊重。終於啊，這個俄羅斯已經向朝鮮學習了啊，要走朝鮮的道路，開始羨慕朝鮮的經濟了。你就說明這個俄羅斯的經濟已經到什麼程度了，大家都難以想象。再看看俄羅斯啊和大國之間的貿易，2025年中俄貿易大幅度下降。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數據，2025年全年兩國貿易總額在2281億美元，同比跌了7%，換成人民幣啊，也就是1.63萬億，與2024年相比呢，縮水6.5%，而且這種下降也是5年來的第一次。不管什麼原因導致的啊，總之雙方貿易量下降了，這都不是好消息啊。我們再看看啊，也許是阿布扎比這個所謂的俄烏會談啊，沒有達到普京的這種預期，所以普京啊開始敲打特朗普了。怎麼敲打呢？俄羅斯外交部說啊，俄方將對無視俄在北極地區國家利益的企圖做出回應。這個俄羅斯外交部這個高級官員叫馬斯連尼科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說啊，俄羅斯將繼續堅定維護自身在北極地區的地位，任何無視俄羅斯在北極地區，尤其是在安全領域國家利益的企圖都將得到回應。俄羅斯過去和現在都始終主張維護高緯度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什麼意思呢？前一陣子不是特朗普要拿下格陵蘭島嗎？這個事情搞了好長時間，引起這個美國的傳統盟友歐洲的這個警惕和厭惡。這個俄羅斯
斯人很有意思啊，當特朗普跟歐洲啊搞得不可開交，對吧？感覺就要動手的時候，這個俄羅斯人他說啊，這個格陵蘭島跟俄羅斯沒關係，好像俄羅斯人還說了，格陵蘭島跟二哥也沒關係。然後這個普京還拱火澆油，說格陵蘭島按照這個阿拉斯加那個價格賣的話啊，也就是2個億美金，對吧？他拱火澆油啊，讓特朗普買那個地方。哎，現在特朗普好不容易跟歐洲啊，在格陵蘭島這個問題上面好像不了了之，雙方開始談了，也就是美國要在格陵蘭島上面搞這種就是防空武器啊，防空系統。哎，這個時候俄羅斯突然跳出來說，哎，格陵蘭島啊，北極啊，你不要無視俄羅斯的存在，什麼意思呢？我覺得啊，多多少少是這個普京啊，覺得特朗普沒幫上自己，在這個烏克蘭問題上面沒有什麼建樹，所以那我也不能容忍你在北極擴張，給特朗普一個警告，對吧？我也得在這兒下手，這個就是敲打特朗普啊。當然了，俄羅斯憑目前這個能力啊，敲打特朗普能敲成什麼樣，這個是另說。特朗普搭理不搭理他，對吧？也不好說。總之還是那句話啊，大家要堅信時間是站在烏克蘭這邊，無論普京怎麼蹦躂，無論這個特朗普啊配合不配合普京，都阻擋不了俄羅斯大勢已去啊。無非就是那句話啊，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